咁大家好啦，咁我李獻計，咁我今日呢條片咧就想同大家發下牢騷啦。咁我話說之前計哥咧就同大家推薦過一款嘅手機遊戲，咁個名咧就叫傳說對決。咁當時計哥會覺得呢款手機遊戲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推薦俾大家玩喎。因為我當時覺得呢款遊戲即係一嚟好似手機版嘅 LOL 啦，二嚟就其實即係佢即係作為手遊啦，佢做得好精緻，做得好精美啦。咁即係計哥當時都好迷上呢款遊戲，咁直到近期咧，越玩落去咧，就越發覺咧係唔撚對勁，唔撚妥啊！咁有啲咩唔對勁，有啲咩唔妥嘅地方咧？即係我覺得呢款遊戲依家係每況愈下，越做越差，尤其是講緊嗰啲角色平衡。根本係嚴重失衡嘅，你老母臭閪！喂，有好多人就即係幫官方護航，即係講埋一大堆廢話，又話喂冇爛換，即係冇爛角色，只有爛玩家。咁你咪睇下個數據咯，你老母臭閪！數據證明一切啦。你尤其是你講到你話喂全服英雄勝率全服英雄出場率，你講撚到高端局可以擺得上高端局嘅角色有幾多隻啊？可以10隻手指數得晒，10隻手指都冇，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你話喂嚟嚟去淨係得嗰6-7隻，係6-7隻打天下，你老母臭閪！喂咁個其餘嗰30幾隻基本上係廢撚咗，基本上係擺入雪櫃嘅，係冇人用㗎。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嗰30幾隻角色，有大部分佢哋嘅登場率係得嗰0.3、0.2，甚至乎即係基本上0.0啊，即係冇人用啊！咁你咪自己睇下個數據咯，你老母臭閪！你講乜撚嘢？喂，即係玩家技術係一切啫。喂，你想撚到高端局有邊一個唔撚係高手啊？即係你有技術，人哋都有嘅啫嘛。你當人哋電腦咩？你當人哋傻㗎？你老母臭閪！人哋唔撚係弱智㗎嘛？啱唔啱啊？即係老實講，你嘅技術你要超出到幾多，你先可以即係以弱勝強？話用最爛嘅角色打贏最強嘅角色咧，你要高幾撚多啊？你係咪神啊？你唔撚係神啊嘛？你係人嚟嘅啫嘛？即係基本上你呢啲係廢話，你根本呢啲咧就真係臭低端，唔撚望清楚個現實，個現實就係咁撚殘酷。老實講，你基本上你依家上撚到高端局，你角色強度就係一切。我話俾你聽，如果你用一啲可能你話稍為弱勢呢個角色，你根本都唔撚使旨意諗住贏，你老母臭喺你一開頭已經俾人打撚爆啊！講乜撚嘢後期啊？冇前期何來後期啊？你依家可以用嘅角色，咪嚟去得嗰幾隻咯，塔拉咯，悟空咯，屌你老味！你乾脆唔好撚叫傳說對決啦，叫塔拉對決，叫悟空對決啦，屌你老母！你老母臭閪！喂，中路10幾隻中路可以擺得上高端局有幾隻啊？3隻，一隻娜塔金立，跟住咧就係普雷塔，係得啲3大天王嘅啫，冇第4隻，你老母閪！咁你講乜撚嘢啫？喂，其他法師基本上係廢，冇出場機會嘅。咁你官方根本冇諗過去修改，冇諗過去即係你明唔明啊？冇諗過改善呢個情況，佢反而不斷咁樣係咁出啲 OP 角，不斷出啲新角。屌你咩？真係想人買新角啊嘛！即係佢個政策依家就係咁，佢政策就係喂，依家特登出一隻好強勢嘅角色，跟住之後咧就削弱之前嗰啲角色啦。即係我哋話喂 S1。削弱克里希，S2削弱愛你，你依家 S3咩啊？你 S3塔拉祖卡啲勁啊嘛，同埋 S3遲早咪削弱啲角色咯，跟住咪出隻更加 OP 嘅角色咯。你依家咪不斷咁樣循環咯。你官方屌你咩個嘴臉就係咁撚樣，仲有一大班人為官方護航。你老母臭閪！你根本呢啲咁嘅遊戲公司冇心走去做，你冇心做真係收皮啦！你老母閪！你自己睇下嗰個凡恩。根本似乜撚嘢樣啫？你乾脆你鏟撚咗隻角色佢啦，見撚到佢我都真係心噏啊！見撚到佢我都嘔血。喂，老實講，如果見撚到隊友用呢一隻角色，屌你我真係諗住掛機啊！屌你老味，根本係提款機嚟啊，冇任何嘅價值。你冇撚同我講乜撚嘢技術，你老母臭閪全服第一，全服第一 BV 哥啊，用凡恩啊都俾人打撚爆啊！唔撚通你話全服第一唔撚識用凡恩啊？屌你老母人哋全服第一用凡恩都俾人打撚爆，咁你咪真係想像下，喂呢一隻角色同埋其他角色嗰個差距咯。你依家凡恩係射手嘛，佢係最弱勢嘅射手，你官方係冇錯係加強佢，但係你根本加強你冇意思啊！你根本係捉唔撚正佢嗰啲病點啊，根本就捉唔正佢啲弊端啊！
你改乜撚嘢？嗰啲跑速、攻速有閪用咩？老母閪！嗱，如果你要改嘅話咧，你學下對我王者榮耀啦。人哋老實講見撚到一隻角色，哦，好冷門啊，哦，冇乜出場率啊，係甚至乎將呢隻角色重做㗎，你明唔明啊？你依家甚至乎喂最近改版啊，悟空都重做啦，啊，悟空重做咗，真係即刻個出場率真係高咗好多啦。哦，之前真係狄仁傑，真係基本上係最廢嘅角色。佢依家重做咗，依家都即刻變咗最 O.P. 嘅射手之一啦，即係即刻可以上場啦。你傳說對決有冇諗過改善呢一啲嘢啊？冇啊嘛，你淨係諗住屈錢啊嘛。屌你老味，你呢啲角色，你呢啲咁嘅即係職業，可能你話喂有射手，有打嘢嗰啲，你基本上射手同輔助係等於廢物，等於負累。咁你不如鏟撚咗啲咁職業去啦，見撚到都眼冤嘅。你老母閪，你根本〜叫乜撚嘢傳說對決啫？你叫戰士對決算啦，你叫刺客對決算啦。呢啲人淨係玩刺客，淨係玩戰士咪算咯。坦克都唔撚需要啦。要乜撚嘢坦克啫？屌我個戰士就等於坦㗎啦。啱啱啊？又有坦克嘅坦度，哦，又可以有好強嘅攻擊力，又可以衝牌，又有位移，有控制，玩閪啊！你老母臭啊！你依家基本上，喂，如果你將傳說對決對比翻對岸王者榮耀，真係個情況係差好撚遠。冇錯，即係我依家計哥要針對嘅地方就係，喂，佢依家傳說對決係淨係得個6-7隻 OB 角去主宰天下，但係王者榮耀咧，王者榮耀係冇錯，佢好多強勢角，但係正正係因為多強勢角，佢所以係有好多嘅選擇，佢唔係淨係嗰局限嗰幾隻，永遠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幾隻，你明唔明啊？即係甚至乎你話喂，如果你講法師傳說對決，我啱啱講過，只能夠有3隻普雷塔、金納、拿塔亞，但係對岸咧，對岸王者榮耀咧，哦，佢依家講到你話一線法師諸葛亮，哦，如果諸葛亮你唔用嘅話，你有好多選擇，你有貂蟬啦，有王超軍啦，有呢個干將莫邪啦，甚至乎可能你話喂有甄姬啊、小喬啊，甚至乎你話喂佢哋。講到你話王者榮耀佢哋嗰啲射手同埋輔助係好撚勁嘅，佢唔撚似得喂基本上傳說對決嗰啲射手同埋輔助根本係廢嘅，根本冇必要去存在啲咁嘅職業，你明唔明啊？人哋嗰啲輔助同埋射手係好撚勁㗎，即係基本上每一個團隊每一隊五個嘅角色，基本上都必須要有一個射手，甚至乎真係佢需要輔助，但係傳說對決咧唔撚需要。永遠淨係大南陣咯，大南陣當道咯，係官方冇諗過去改善呢一個情況嘅。永遠咧戰士玩撚晒咯，永遠變撚晒，即係位移對決咯，冇位移嗰啲角色就係全撚部都係廢咯，唔撚使用嘅。尤其是佢依家即係計哥啊，最撚火啊，最撚興嘅地方係咩咧？佢依家出撚咗嗰隻熊貓，你老母臭閪又有4段位移，又有護盾，打人又痛。你老母閪打撚啊！你老母臭閪一個打2個嘅，你老母閪我啊見撚到呢隻熊貓啊！屌你咩2棍帶撚走我咁玩撚啊！唔撚使玩啊！佢依家講緊同經濟同等級都打撚爆你啊嘛！你老母臭閪依家悟空根本離撚晒譜嘅，你老母臭閪不如唔好撚玩脆皮啦，唔好撚玩法師，唔好撚玩射手啦，全撚部玩戰士咪算咯！屌你咩？我玩法師啊，我玩射手啊，俾佢2棍秒撚殺咗！屌你老味，咁你有冇諗過玩法師同埋玩即係射手啲人嘅感受啊？尤其是你依家講撚到嗰招一技能啊！你老母臭閪明明有分身嘅，屌你咩？依家1秒隱形啊，死撚咗都唔撚知咩事啊！勁撚到咁撚樣喎 ，OP 到咁撚樣喎！屌你咩？嗰隻咁嘅塔拉，你老母臭閪3個打佢1個都打佢唔撚死，仲要俾佢走撚埋，咁玩撚啊！硬撚到咁，硬都唔撚緊要啦！老實講，你仲要可以切後排打人，好撚痛啊嘛！屌你咩？俾佢打2嘢冇撚咗一半血，公平咩？合理咩？佢係坦克嚟㗎，佢唔撚係戰士啊！屌你咩？俾佢打撚中，根本都走都唔撚使走嘅。即係你依家你明唔明啊？計哥最唔滿意嘅地方就係喂，佢啲角色根本就離撚晒譜，其他角色根本就跟唔撚上嗰啲進度。喂，嗰啲弱勢角根本冇辦法去同強勢角抗衡，你明唔明啊？
而且官方嗰個嘴臉係基本上冇諗過改善呢啲情況，淨係諗住屈錢，然後有一大班嗰啲護花使者去護航，真係好撚心噏啊！即係我會覺得就係喂呢一隻遊戲好嘥啊！你明唔明啊？糟蹋咗！喂，我就係計哥就係正因為咁中意呢一款傳說對決，所以我先真係發自內心講咁多嘢。咁所以呢條片咧，真係同大家去真係講到呢一度啦，咁就多謝大家。